你退婚。无，亲家啊，亲家啊，莫受气啦，等大家都好好伫个，总莫讲安尼摕这个钱，啥物要退婚哦，歹听啦，有啥物无爽快的代志哦，这，大家慢慢啊讲。无啥物通好讲的，倒来生惊你家己惊啥呢？恁安怎对待恁心内足清楚，要讲啥物啊？啊？毋是啦，爸，你听我讲啦。 我即摆若对你走吼，厝边头尾若看到，就是讲我嫁来因这个所在无守妇德，啊，才会去互因管离家出走，啊，我哪有啥物面子？哥哥啊，你安尼讲哪会对啊？阮安尼做嘛是为着你好呢，而且哦，我甲爸爸已经决定啊，今日无论安怎要甲你小心转去。小心就小心嘛，既然恁老这款打算，我嘛袂为难呢，随在恁啦。哈，用诶，啊，你真正呢？ 你要放羊食草哦！哎呦，你死囡仔，你好歹我拢听无啊！拜托诶，我的囝呢，较有气魄，做一男子汉的气魄，人看咧啦。对诶，大小姐，即摆毋是你讲生笑呢，你哦唔通安尼搁使个性啦，要若无哦，你个口你无目屎哦，你口无红哦，我甲你讲。嚯，你即摆搁结迄个冷酷酷的表情。 安尼，我今仔日吼，我一定要提出着男性的本领。既然甲今仔日阮老爸有摕这200万来吼，我这爸，你倒位来200万？是我要嫁啦，而且哦，我已经甲对方收400万的骗金啊。哎呦，看袂出哦，迄落型的搁后再共收400万的骗金。大小姐，你讲这是啥物话啊？哈，你叫伊讲甲你才有行情哦。我这种的嘛是介有行情的哦。勇啊，大家莫安尼啦，哎呦，较冷静咧，千万都唔通意气用事。啊，若安尼哦，吵吵闹闹吼，对大家拢是无好处啦。我甲你讲啦，我决定的代志从来不改变的啦。200万伫啊，人我要带倒来，倒来去。无啦，爸，对恁别转来免多。亲家啊，有话慢慢啊讲，亲家啊。你看你，一个好好的婚姻，啊，你都安尼吵架闹架，安尼啊吵甲安尼啦，互恁大半安尼受气，啊，等人安尼钱拼咧讲要退婚人带转去，啊，看你要安怎？我知啊，我本来知影讲因忽然间会变到遮尔有个性。你阁好意思讲？对家己的翁婿袂输，敢若伫咧对路咧共款呢？哈，迄什么人都无法度通忍耐啦，卡袂着就款包袱仔要离家出走。等你看，你还袂走，人都先带走啊啦，赶入去啦！唐署长，咱代志变到这款地步，唐署长你有啥打算啦？对啦，董总咧，我吼老实甲你讲吼，我实在是真介意这个囝婿啦。等伊即马互带转去吼，你紧对后壁加入去。你若有法度劝阮囝婿回心转意倒转来，我赏金5万块。好，我准备。我歹行啦。无啊，你三个囡仔哟，我安尼好会甲你熟心倒转啊，你煞无欢喜，那顶多遮济啊。毋是啊，爸，你爱知影咧，我即摆伫路教吼，也算讲带甲习惯啊。啊，你向叫我转去，我有当时也袂惯势。嘿，哥哥啊，你是毋是安尼心肝搁你唔甘啊？嘿，你来想看觅咧，你伫咧五家安尼哦，敢若袂出人的路财那种晃来晃去。嘿，我甲爸爸安尼做哦，是咧救你呢。对啊，我知影你是咧救我哦，啊，你救我算讲摕。奇怪，阿妹啊，你的行情敢真正有遐好？哦，你嫁人我当哪收到400万的骗金哦。伊甲真是有行情遐尔好哦，我轻松啊，我正经遐坐咧遮倒咧放啊。嘿哦，迄400万是我未来已经租厝，甲边遐地啦。哈，阿爸，你将到咱遐祖先放落遐做工仔产甲卖掉，你安尼甲对得起你的是大人？吼，我的是大人，恁啥啊？算讲我的祖先啊。安尼毋是同款，我多啊。我不忍心看你看这个孤囝，伫下底用虐待，底用欺负，所以我只好安尼做啊。对啦，哥哥，敢讲哦，你愿意安尼一世人去五家做奴才？对，我无愿意，甲恁拢肯为我做这个代志啊吼。我安尼五家绝对无愿转去，我要转来咱后头厝。对，哦，你这是要走呢？
啊，准讲伊若唔走，换做是你安怎做？爱我确实若是换做是恁阿兄倒的，讲正经的，自从倒的嫁去阮董事长因兜，互阮大小姐做翁了后，我感觉阮大小姐吼拢甲虐待，倒的吼虽然讲受了万般的痛苦。 但是嘛是忍受，阮大小姐拢甲找家当、找家婿、洗衫煮饭，都搁甲洗身躯，煞着搁带囡仔。虽然囡仔袂生，但是了后嘛是会带。总讲一句，确实若讲我准伊啦，阮兜的人无来甲我带，我早就算啦。小诶，你要哭你要笑，我即摆是我咧用肉体，你用肉体，你是咧哭哭呢？感觉讲吼，恁兄妹啊感情安尼遮尔好，讲真，我受到恁两个兄妹啊感情遮尔好，感动着。我甲你性格是共款的，对无？对。我以前甲我爸就无啊，我一定甲你穿同领裤，我一定徛伫你这边的。咱两个穿同一领裤，安尼要安怎弄？迄领裤就上个啊！我甲你讲，所以你甲倒来我讲。 我甘愿为你做出一件轰轰烈烈、惊天动地的大代志，行！安尼啦，人也无得的啦，咱啉一个茶吼，都爱我家己摕。我哭哪有啥物路用？变甲即款的场面吼，拢是你家己做得来的啦。 妈咪啊，我知影讲我唔好啦，啊毋过哦，我搁倒阵一段时间，我嘛毋是讲完全对伊拢无感情，免讲我心肝内嘛会艰苦。免艰苦啦，妈咪啊有叫唐总的吼去囥倒的倒转来。谢谢啦，妈咪真多谢。董事长，董事长，我杀转来。转来啊啦！哎哟，我都知哦。若讲咱唐总的伫咧做代志哦，一向拢足有够力的啦，足可靠的。强要切断的场嘛，我跟你讲哦，迄是唐总的，伊甲我讲要转来办一摊轰轰烈烈的代志，我才对伊转来呢。轰轰烈烈，无啊是啥物代志啊？什么代志？大小姐，为今日开始，我要做出查甫囝的这个行为，我要甲恁死头路。哈，死头路。